各位 YouTube 朋友好，今日我呢要介紹一隻比較特別少少嘅雕陀啦，91210嘅，咁啊一隻叫做 North Flag 嘅，咁啊2015年 Alliance 出嘅，咁當然出咗幾年啦，2021年就停產嘅，一隻都幾特別嘅設計，亦都係市面上少見，因為我相信佢出得唔多，亦都係價錢比較高啲，二手非常之少有啊，咁我咁啱話呢有一隻二手嘅，咁狀態亦都係非常之唔錯，一個黑色嘅錶面，40mm 錶徑。62用上就阿拉伯數目字啊，你見啲嗰啲字啊都少少凸起嘅，即係少少立體啦。咁其他用條字嚟嘅，咁當然成隻錶嘅佈局係好靚嘅，粗針嚟嘅，咁係一個三角形嘅針啦。另外嗰個秒針啊用上就黃色嘅，咁啊嗰個前面啊有個梯形嘅形狀啦。咁啊日曆啊白底黑字啊係3點位，另外9點位呢個儲能 Power Reserve 嘅，咁用個圓形表示。另外有個就由呢個就黃色嘅，咁啊睇翻又剩翻幾多儲能嘅，咁當然亦都有啲黃色嘅黑度啊，每5分鐘一格嘅，所以成隻錶個造型個形態非常之靚，配飾亦都係一流嘅，咁啊襯到住啦，一個拋光打磨嘅錶圈，拉絲打磨錶殼，個錶殼設計上都好靚嘅，呢件拉絲打磨打得好靚。另外呢度啊佢仲有一個黑色嘅，呢個黑色應該係啲 composite 物料嚟嘅，所以成隻錶啊都有唔同嘅配飾啦，咁啊個雕陀嘥咗個框，一體連成嘅錶殼啊，襯翻呢個錶帶好似咁樣直落啊，非常之靚，一條就3格帶嚟嘅，呢個3格亦都係拉絲打磨，都好靚，狀態都唔錯。一個雕陀嘅扣啦，呢條扣就同 backplate 一樣嘅，咁呢度雕陀嘅雕刻啦，係啦，咁樣扣落去 double lock 嘅，馬上就用到噶啦。最特別佢透底設計啊，用上一個雕陀嘅自家機芯 MT 就5612嘅，咁呢個有寫啦。呢邊有寫嘅 MT 5621嘅，咁啊儲能就係70小時，咁有啲 backplate 比較新款啲嘅錶都用呢個機芯嘅，不過佢就做到透底啊，因為呢個機芯個打磨非常之唔錯，你見個陀啦，個陀就做到挑空啦，下面雕陀嘅字，咁啲板路啊嗰啲擺輪啊，亦都係打磨得好靚，你見呢啲夾板打磨得非常之靚啦。咁啊上手手先，40mm 其實都非常之大隻啦，上手啊，我呢面都打得唔錯嘅。又真係少見啊！你 backplate 一大堆啊，同埋唔同 model、唔同物料、唔同嘅嗱，有啲位嘅係啦。咁因為佢一體連成啊，睇落去就零舍大隻嘅。其實中意大錶朋友呢隻錶就非常之值得收藏嘅，係啦。咁當然佢有呢度啦，仲有少少可以篤佢出嚟嘅，係啦。咁就呢隻錶就〜因為單錶一隻啊，咁就冇可冇證嘅，我呢見到即刻買咗佢，暫時買嚟收藏下先嘅。咁呢啲錶因為市面上都少見，我覺得都絕對有升值嘅潛力嘅。係啦，咁啊中意朋友其實都可以 WhatsApp 我呢，當然都可以國內嘅。係啦，咁就介紹完啦，中意朋友記得訂閱頻道啦，喺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，多謝各位。